推动太麻里金针山、花莲玉里赤河山到富里嘅60石山係台灣三大金針山，其中富里嘅60石山係竹東村東片一座土里白石山呢，所以海岸山脈海拔超過964公尺。日本數嘅日本人都開始提山當救腦倒數嘅。光復過後，張世忠將軍帶領退役官兵開業復興農場。里面好多人客人陸續上山去開墾種金針，更加金針呢總有200人公頃咯，係當地非常重要嘅經濟產業。雖然60石山種金針嘅歷史比太麻里韓國赤河山路韓國慢，不過當年89年代工業開發大業，有搭對各國嘅為所來看中國一定將中國上來幫忙嘅遊客也有生意合作。我觉得这里很漂亮，很像，就是很想躺下来。貴人講嘅金峰，日頭之前很難撐眼，依刻看到黃黃輕輕，拿出攝像機去拍啲安藏掉嘅風景。因為這裡的那個山谷是真的很特別。你說到赤科山，它看不到這樣的花東縱谷，那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花海。因為我知道那邊的花海也很漂亮，但是這邊的縱谷是，好像走到哪裡都看不到的。面頭前係開到熱熱鬧鬧嘅金針花海，連鄰界係花東縱谷繁熱熱嘅天橋，然係看得到一路青貼嘅中央山脈，也係60石山世界級嘅美景。到現在也天光開始做，開始建築到鐵為止，唔係冇築鐵吼，都築到暗看唔到。摘金針係摘漢堡嚟芒塊嘅花，基本冇摘天公一處開花，未出賣唔得咧，所以當一出老幾摘鐵，未認為花開就一處拆鐵，有種人講係人言媒言。從啲睇到嘢吼，都基本係摘嘅花。我哋金針攏講嘅，這個是一日花，哦，倆一日花，啊，從倆開始啊，都我們稱為兩日花，兩日花都係燒咗做得摘嘅，哦，這個兩日花，這個三日花，哦，這個3天後可以採的花。金針係當然色，金為景態，當然89年係開花嘅時節。佢倆種落去吼，你若有管理吼，佢啊嘅生命比1年較長啦。種啊啲種32年嘞，嘿。啊，佢自家會見上。嘿，見多。本單長農機嘅王德生，民國72年轉為和平為中身體，想揾一塊建長上山，該兩樹山當旱颱風吹牛皮後，蠻容易去開墾，未冇馬路，還不願上岸。啊，都問了嘅農民講金針係首先用半天，佢講。種一甲皮嘅金針，卡上你種5甲皮嘅，該天啦吼！民國72年家下都，你台灣嘅經濟開始起飛嘛吼！啊，我東部嘅後生啊，攏做個4步去，啊，做我做山東來，山東冇傳事，我隔壁鄰舍就經常我講，即做戇嘅做山東去，嗰係實物嘅咯。導致兩公婆當日8年拍到腳頭，行2點lang中嘅石山路上山開墾，慢慢呢長入基本嘅規模。地貴岩山脈嘅60石山，本單係樹那林頂嘅山那體，日本人是地倆共腦讀書嘅，光復過後回到安置退職官兵。中社中將軍帶領200-300個退職官兵，順長開發60石山。民國39年，復興農場興立，開了700公頃嘅地。跟着他沒久，他又過不去，他說我想辦法，我們要生活吃飯嘛，都搞個農場，給省政府啊申請一個復興農場，最多是2-3百。所以那時候這邊很熱鬧。啊，很熱鬧啊，這還有綠色都滿滿的呀。是台南中社中改革精彩，上戲街道演講，
农场有种高树、养马俩条作物，每到树个少放炭。很多树，那个太看不到太阳的。以后拿树，这木头有的拿来卖了，有的烧火炭了。木炭你知道吗？那黑那一栋，我也烧过木炭的。保每部分土地本政府受到转移，农场每天天的解散。民国52年，开始有人林业来到63山。最早是从民国53年来到山上。那时候是我父亲他们有一些朋友哈，差不多4、5个人，然后一起上山来这里，因为刚好有一批人家是原住民开垦好的，就想卖，然后我们就利用那个机会就买了。跳下马种番薯、包薯俩条参掉，人林业徛在北上客家，所以俩位没按照人民。以前是80%。如果是4、5年、10年前是80%，后来是渐渐的这个路开通了哈，那原住民也上来了，客家人也上来了，这样子，现在才顶多就是30%而已。你看，你的相片啊，就是在看，我也讲在客语的吼，你看到东偏山，对，海岸山脉吼，甲看到你客家人吼，穿裙剑吼，大家就该山当大片吼，你看到个。几只山、半山拢种到青岛的包烧啦吼，番薯里底吼。该六是鲁莽快土，树生嘅东西下下为因老给开下山，东西处路挑然都辛苦。一跳下去就是你一定要差不多慢慢跑着，要2个半小时，然后再上山，你要买1斗米上来买，那时候是。这个100斤的这个地瓜卖掉是25块钱，然后你25块钱，你要再买1斗米再挑上来。以前记忆地板吼，对每项改变就有条产业道路停吼，村的东西办海弄成流浪的，流浪的安尼流浪的路就3条啦，一边到阿美西，一边伫安尼部落，一边伫安尼主政党就3条吼。昨日农民开始上来，为用物改方法，就在开最强的东西，分最多的钱。因为太麻里的人几乎都是彰化、云林、嘉义的人，那六子淡山是纯云林的人，那赤戈山就纯嘉义的人，所以3个山头都有连带关系。那时候就想，那因为有些亲戚有在太麻里，有些亲戚有在赤戈山，他们就讲说，那是不是也可以改种金针？日头種到嘅貴草山都係競爭，路嘅開發咪加緊咧產業發展。我到民國78年噶下，新力產銷班183公頃到183甲，到最後噶民國84年、85年、86年噶下，競爭最後噶已經400人、500人噶下，山當最我到是調查過差唔多250公頃。我哋只山吼，所以講係條大奶啦，種起來作物吼，較種唔起來啦。敢若種金針較做得停啦，因為金針風吹來打出去咧，打出去冇夾挑番菜啊，天煙還未夠開啊。你若種果子了對吼，逐擺按種來都風吹日來都翹出去，都死出去咧。因為今年唔會潤嘛吼，因啲風就已經有一個颱風眼。然後颱風也東往啊，唔會按腳走，變順啊，較先走。所以講我哋東往來吼，要超出來，超到變順去。八九幾就係島嘅建站，站配嘅島日見走界，會配24點鐘，行運中煙重靚，變建站加添超火，看起來唔會諗嘅產業，實都到太危機。毋過到87年，伊爆發講二氧化硫，就已經了80，跟按其他嘅兩公婆去講10萬來納工錢。民國87年的時候，政府就開始，因為那時候說什麼要加入什麼 WTO 嘛吼，最主要因為都係目的係要包容了性體嘛吼，就講冇好啦，開始回到我的原點啦吼，開始走開，又就是說自然農法，不要用農藥的那個方法來栽種。危機出轉機，假使跌到冇價過後，農民上嚟運用嘅燃燒產業，
从邦特色出快时转走救济，打出特色。当然久啊，因为掠金针会放粗掠点较困难啦。啊，掠人工又莫强，掠系水台烦恼添啦。主要是快时发展有限观光。它金针状式针状，头大为小，开的金黄色，所以它叫金针。这个花青素的部分，它会产生花粉。那花粉就是为了要吸引传播媒体来，就像蜜蜂啦、蝴蝶啦。可是我们这边为什么没有什么蝴蝶？为什么没有蜜蜂？因为它的蜜太少。我想我當地嘅老人客上屆金針生態，今26歲從上山來種金針，日種嚟20年。愛顧廠都係阮裡面記得土，愛到小工，愛到上來做金針。伊若上來甲下風度好司機，甲下國家已經成幫阮。我心肝上講用按做一隻條路，做2張也10張也。熱水來吃看看。免提掉啦，個提掉都維護期啊那個鐵質很高，它是我們一般蘋果或奇異果的20倍到30倍，而且這個金針是甜的，有沒有吃過甜的金針？本單農民選老金針種好處好，兩下社會直接面對影響。好，來，很甜哦。因為金針，第一個，我們的金針本身就是甜的，所以為什麼我們金針到9月的時候，它很多蚜蟲的由來就是這樣。好，來，這個是加剝皮辣椒的醬油跟蠔油。好，然後這個茶湯可以拿來當茶喝。做得安生飯就安慰講解老人客糊塗，農民是係要用心去理解。大家出去上課啦，搶線上來教人用啊，愛最冇愛喊保守，13年喊上超過1500點鐘嘅時間，要學習嘛，怪釣嘅學釣嘅法，做咩怪牙坡講嗰種嘅複雜釣嘅法嘛？為帶土產業轉型，農民為什麼認為，但政府兩岸當年未提出嚟綠化補助政策，希望家人安家嘅風景，向下頭嘅銀行來領。有一個綠化的一個補助，1公頃呢，10.5萬元給我們的農民。那最主要，他是希望農民，就是不要把金針採了，那讓這個整座山看起來就像一個金黃色的一個地毯，像這樣子，這2年這樣子實施單上單下，東里村有非常多的一個餐廳，所以呢，東里村這一些餐廳啊、民宿啊，包括呢我們小小的雜貨店都有做到生意。其實我哋做的有啲嘅部分嘅冇辦法傳承啦，鄰近而來還打差唔多2金錢卡有聊錢2卡打平嘅啦，就做觀光來補2節行，因為以前攏是賣不開中盤商，中盤商市場去起你2就冇咧，2攏一家賣，自產自銷安尼。今年就冇得冇風采收過，63屆金針法大快體留上客家，喺那10年來經過嚴重法律事件，中國金針便宜來競爭嘅2條考驗，農民一擺面對挑戰，未一擺過起起來。對日本時代光復過後，一直到2下，山東產業變了變，為使原住民、河洛、客家各出去，土地倆上網大變過。依家豐富嘅開發歷史，就從回到鬧嘅金針，群眾安精彩。